车台湾看世界，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讲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出发要到以色列，同时这个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已经完成对加沙市的包围。虽然愈来愈侪声音呼吁以色列暂停进攻，但是看起来以色列是决心要战到底。哈马斯嘛来反呛，讲攻入去加沙的以色列的士兵将会从第二个尸地内底送回去。为镜头看出去，以色列的兵仔和军车伫放远的城市走踪。以色列的军方讲，这段围边是伫加沙走廊所翕的。以色列军队唔拿地面部队入到加沙，嘛继续透过无人机和海军发动攻击。הלוחמים ממשיכים למוטט את קווי ההגנה של החמאס בצפון הרצועה ולהשתלט על שטחים מרכזיים. 以色列军方讲，哈马斯的大本营加沙市已经被完全包围，而且强调无可能停火。哈马斯也公开一段画面，显示手械战士对抗以色列军队组成的战车。哈马斯的武装部队更加甲以色列恐吓，将会被装入去尸地内底送到回去，强调加沙将会成做以色列的旧场。那以色列另外一个敌人黎巴嫩真主党，嘛用火箭弹轰炸以色列北部19个军事点地，造成附近城镇的民众受伤。以色列军队是出动空军来反击。如今，真主党的领袖纳苏纳利嘛将会发表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了后的头一遍公开谈会。外界关注是不是代表真主党将会和以色列全面开战？不过，美国白宫指出，暂时无观察到相关的迹象。I don't believe we've seen any indication yet specifically that Hezbollah is ready to go in full force. 卡内基中党中心的主任叶海亚分析，如果真主党正式参战，恐惊互经济早到崩盘黎巴嫩退化到石器时代进程。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战，造成中东的局势真无稳定，各界拢真烦恼，若是继续搁战落，会有搁较侪国家被拖落水。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